沙田區嘅居民要注意啦！喺2026年2月14日起，獅子山隧道公路會有臨時改道安排。大家平日會行呢條行人及單車隧道 NS303，由車公廟站近津岸8號，往返香港聖經研習中心同城門河畔，以及曾大屋同月明村一帶。為咗配合建造 T4 號主幹路同埋行人天橋系統，呢條隧道將會永久封閉。我哋會喺旁邊增設臨時行人過路處，大家可以改行藍色嘅替代路線過馬路。踩單車到過路處就要停一停，等過馬路啦。另外，車公廟港鐵站 B 出口對出行人過路處嘅安全島，預計2月底會臨時擴闊，等大家過馬路時更加暢通。而喺隧道封閉前2星期，我哋會設置倒數牌，亦會安排大使喺現場當值，同市民講解有關安排。喺工程完成之後，附近就會有新嘅行人天橋同埋升降機俾大家使用啦。